今年我们的15周年，我们决定把 FOCASA 吉米马戏乐园这样的一个 IP 重现在台南，在水交社这个地方。这一次我们特别找了横跨20-30年的一个吉米老师，用他的 IP 来做这一次整个乐园的一个主题。同时，我们找了一个国际编舞大师、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老师来担任这一次作品的一个导演。所以这一次带给小朋友的欢乐，同时带给大家整个的体感，是一整天的活动。这一次是在演出前，大家可以来玩好几个小时，接着走进去看完演出，快快乐乐的走出来，外面还可以再待上好几个小时。我们的15周年可以继续在台南来做一个，可能是我们自己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活动，同时也可能是台湾表演史上一个规模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活动。特别感谢台南市政府，也要谢谢洪伟哲市长，也要谢谢整个台南的各个局处大力的帮忙，让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活动可以在台南发生。从2017年开始，我们跟台南文化局就开始很多密切的合作，不管是台南艺术节，还是台南艺术禁区，或是台南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们是从这样一个演出的一个关系，慢慢变成一起来共同主办一个全国性规模的一个活动。所以很谢谢台南市政府这样一个长期来的支持。吉米的一个团队啊，跟我们市政府也合作了非常多年啊，在去年的西营波光节啊，他们也跟我们市府来合作，推出吉米的一个相关的展示啊，还有提灯。那这一次吉米的团队还有跟 FOCA 的一个团队，我们一起来合作那个马戏乐园。那我们也希望这2个团队能够继续在我们台南市这边来扎根啊。FOCASA 这个团队呢，在几年前就已经在我们水交社的位置里面来扎根。他们每一年为我们水交社，还有为我们台南这边的一个马戏教育工作坊、讲座，进入到学校、进入到社区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教学以及指导，让我们更多的小朋友呢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马戏的一个展演啊。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非常非常高兴的邀请大家来参加2025台南 FOCASA 马戏团春季演出。FOCASA 已经是成立15年了哈，已经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成果，而且每年到全台湾各地去征战，所以说都带来非常好的回响。那今年呢，有几项特色。第一个，他们花费巨资定制了超高的马戏帐篷，可以容纳1200多人的马戏帐篷。第二个选择跟吉米老师合作，跟林怀民老师合作，在定目剧的演出以及马戏团的表演方面都有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第三个，配合在帐篷之外的许许多多的这个表演包括街头艺人或包括马戏团其他成员可以在户外的表演，都可以有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而且对于许许多多的好朋友，这可能是他们一生可能第一次看马戏，绝对值得一看再看。欢迎大家3月28日到4月份26日，整整1个月的时间，都能够来台南水交社来看看我们 FOCASA 马戏团的精彩演出。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5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全国重点学校运动会将伫咱台南市举行。市府上午伫市立体育场的广场举办青春上场宣传记者会，市长黄伟哲亲身出席，同时佮邀请多位台南杰出的选手，穿着第1届吉阳的大会服装，以及台南市代表队的服装来造秀，展现全中运的青春活力甲运动精神。伫中山国中舞蹈班活力的舞蹈表演，台南市政府上午伫市立体育场的广场举办114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青春上场的宣传记者会，包括市长黄伟哲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议员拢到场出席。现场市长并且邀请侪位的台南杰出的选手
穿上转中温赛事的服装来助秀，充分展现转中温的青春加活力。左边哦，左边也帮我们看一下喽，左边。那右手边也帮我看一下，右前方有很多的媒体朋友啊。我们移向右手边。全中运在台南 ，Go！我们今天会公布这个选手运动服装啊，非常非常好看哦啊，那也是突破过去这个很多年来有很制式的那运动服，那它的色彩还有这个它的式样都经过名家设计，所以可看性、可穿性，而且是这个全中运之后还是可以长期的穿，非常非常的实用哦。市府为展现帮助选手的决心，会中嘛展示了特别制作的大型举重杠铃的道具，有了拄伫全国原住民运动会旗下冠军的举重好手方婉玲，指导市长举重的要领，两个人的互动嘛，互现场增添了袂少的趣味。我们的张炬跟于洋与肩同宽，与肩同宽，好，与肩同宽部分，然后分2个动作，好，一次举到了你的肩膀上，一次举到哦，市长看起来好像非常的轻松哎，那我们就直接退过来了，好不好？是吗？哎，这个哇，市长140，轻而易举哎140公克，不错，很重。 140公克，140公克。好，那接下来有第2步骤，对不对？往上举的时候，将我们的前后脚做一个，将我们的双脚做一个右脚在前，右脚前。好啊，那我们让市长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各位一个掌声帮市长加油打气一下，1、2、3，加油！哦，白旗举起来，挑战成功，代表我们市长挑战成功，顺利夺金。为迎接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台南市唔定做好万全的准备，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将近2万名的年轻选手甲教练，除了邀请全国的民众，伫个4月19到24来台南观赏全中运精彩的赛事，为年轻的选手来加油。同时，伫个全中运以后，4月27到5月2號，还佫有全国大专院校的运动会，嘛伫个台南来登场，欢迎大家做伙来参与。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文化部历经多年的咨询甲研商，选伫个25号美术节即天举办台南国家美术馆丢币处揭牌典礼。文化部长李婉亲身南下主持，同时甲陈定波、过票选等艺术前辈家属签署关键典藏意向，未来将完整呈现台湾艺术史的发展。请揭牌。文化部长李婉担市长黄伟铁等人共同替台南国家美术馆丢币处揭牌，将规划伫2天内完成台湾近现代美术的定义甲研究、场馆发展规划甲典藏制度制定等工作，同时积极研议成立行政法人法制作业。从2018年，文化部推出一个非常大的计划，就重建台湾艺术史。那这个计划很大，然后中间就包括了收集前辈艺术家的作品，大概有800多件，然后修复了大概8000多件的那个作品，然后收复了大概9万个史料档案等等。那2025年我们推出了重建台湾艺术史2.0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前面所收藏来的这些画，然后做常设展的推向常设展或者各种展出，最终今天这个场地就是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近现代的国家美术馆。文化部经过多处协商协调，决定由台南市政府无偿拨用台南市美术馆二馆，成为第2座国家美术馆。这嘛是看做总统赖清德当时伫台南的政绩之一，希望让台南甲台湾的艺术更加发扬光大。有许多这个艺术家的后代，他们要捐赠这个作品，他们是以要捐给国家美术馆为前提，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台南市美术馆华丽转身成为国家美术馆。那一方面应了艺术家
后代他们的一个用心，另外一方面也让他的服务的层次更加提升。典礼当中，陈天波、郭碧川、潘春元、潘丽水等13位前辈艺术家的家属，更捐出至少3000件作品，由国家保存、研究甲展示台湾重要的美术资产。文化部强调，未来会持续甲南美馆合作，资源共享，协助营运拓展。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桂林沙仑地区，伫科技产业进驻以后，人口嘛一直增加，相对的经济服务嘛愈来愈重要。所以台南市政府开了9400多万新建沙仑派出所。25号由市长主持动土开工典礼，预计115年8月会当完工。桂林沙仑除了智慧热能科学城、三井奥莱甲大台南会展中心等建设带动发展，嘛是全台湾第一座 AI 产业专区的所在地，成为科技产业的重要核心。日日人口不断的增加，经济服务嘛相对要紧，所以市府伫高铁大道加高铁6路口新建沙仑派出所，要大大提升当地治安甲交通维护。争取由来用这个沙仑派出所，未来对咱遮的治安，也是那种种方面会个加分。所以讲占入地方，咱足欢喜，今仔日开有来破土典礼。25号，市长吴伟铁、警察局长以及桂林分局长等民代贵宾共同伫动土典礼上祈福，祈求工程圆满顺利。相同，祝贺开工顺利，开地平安，迎金地高。象征着沙仑地区的蓬勃发展，也象征着台南市未来的一个发展的重中之重的区域。好，我们期待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在沙仑地区更安全、更舒适的生活。市府表示，沙仑派出所编列9400多万，将打造成地上3层的绿建筑，以白色为主体，嘛代表公平公正的态度。预计115年8月完工。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安南区北安商业区的草湖寮历史公园所打造的特色游戏场，是真侪民众休闲运动的好去处。为了让更较侪人知影来遮佚佗，团里长陈瑞克日前特别举办健行活动，吸引700多位里民热情参与。原本的戏园透过中画已经成为安南区商业副都心，其中所诞生的草湖寮历史公园，有囡仔上爱麻石出流浪，有超大的山坑等等，全年龄拢会当享受的特色游具，以及大心的亲子友善环境。为了让更较侪人知影来遮，同时认识在地文化，甲安南区一步一步打造区内公园的建设成果。但伫23号一早起特别举办健行活动，吸引超过700名里民热情参与，包括2位到日担市长参选的立委林俊宪甲陈天贵嘛共齐来民达起行。会当参这里面大家互相更较亲近啊，认识啊，多认识一些里民啊，可以当运动啊，做好啊。因为升旗假日，真侪民众拢全家大细做伙来参加，相当温馨。公司表示，为了因应安南区人口快速增长，所以建设公园等亲子休闲活动相对重要。这回台南里一面推动大家运动风气，一面来了解家己徛起环境的升级，对带动地方发展相当期待。让我们的民众有大小空间的来这边游玩，也非常感谢我们台南市政府细心的规划，让我们的里民有多一处活动空间。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谢谢。咱这个特色公园，看咱更较无共的是，咱有足完整的化妆室设施，里面甚至有哺乳室跟无障碍厕所等等，拢方便。大家来使用吼。
虽然只是2500公尺建成，不过却是见证安南区建设起飞一大步。嘛，欢迎大家小姐来公园佚佗。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现代病医将对院内医疗人员对艾滋病毒感染者进行偏见调查，显示出超过9成医疗人员在照顾感染者的时阵，拢会当提供无差别的服务。而且在2024年，全台23组参赛者当中，得到国际艾滋病学会并成为健康照护者的冠军，赢得艾滋优先病院。现代病院长期提供艾滋病感染者高品质的照护，对2020年全数感染者拢有防疫，9成6个感染者测袂到病毒，而且最近2冬竟维持9成9的防疫感染者达到 U 等于 U。也就是无病毒就袂来传染，而且伫2024年，有着感染科的医师甲着各管师陪同感染者来就医方面，嘛得到国际艾滋病学会评定为我和我的健康照护者冠军的荣誉。这个奖项呢是由国际艾滋组织 IAS 它所共同举办的。那它其实主要是由感染者他主动提出他的照顾者协助他透过了这个照护中来倡议平权。那我们医院呢有2个获奖的同仁，在全国23组的竞争者当中双荣获冠军的奖项。那像我照顾的个案，他其实是一个外籍感染者，那因为他在台湾因为语言不通，然后经历了很多法律以及不同科别的照护，那他就觉得他好像就是被不同医疗的人员就是丢来丢去。那我也是在过程中陪伴他，然后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他觉得他很感动，然后觉得想要把我照顾他的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现代病院对照顾第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到现在36冬，努力来破除无同款的眼光，让病人伫跨科就医的时享有平等优先的服务。现在更加组织工作的团队，积极拟定艾滋优先的医疗推动计划。不管是环境、防诈，或者是教育训练等方面，希望会用打造更较安心的优先医疗环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任何一间烧鸭店突破一般的烧鸭料理的方式，推出一鸭3只以外，各将炒鸭骨加上贡丸、米花、甜不辣等等的食材，做出热炒卤味新的食法。对着镜头，咱做回来看卖。烤鸭出炉了，镜头拍到的是烤鸭外皮的金黄色泽，拍不到的是香气四溢的味道。位在永和宝平路巷弄的烤鸭店，跳脱大家刻板印象装潢开店。而这位钻研烤鸭数年的陈老板表示，要开店专卖烤鸭3吃。除了传统的片鸭吃到油脂饱满、肉质厚实的鸭肉之外，还有软嫩的饼皮包裹着鸭肉，还有一个爆炒鸭骨的部分。其中最关键的是他研发的炒酱，除了炒鸭骨之外，加上贡丸、米血这些食材下去大火热炒，最是让人吮指回味。这我们的炒酱，第一个它不会太咸，不会过咸，那我会有甜味一些基底去带动一些味道层次的话，那我们除了炒鸭架以外，我们还可以炒一些卤味类的东西。那这个东西这样炒下去之后，可以增加它的口感。因为一般人吃鸭架很无聊的时候，可能有鸭骨头啊，然后可能 maybe 加一点高丽菜这样子。但是我们加了很多卤味，比如说甜不辣米血啊、金针菇贡丸下去之后呢，不但增加它的这个丰富度，而且
搭配起来也非常的绝配。那另外的话，我们之后也会推出就是麻辣干锅口味的，所以喜欢吃辣的朋友呢，等于是我们有2种选择。陈老板说，爆炒鸭骨的部分还有高丽菜跟金针，简单的说就是炒卤味的概念。用他研发的炒酱综合鸭骨跟常见卤味食材一起炒，可以为爆炒鸭骨大加分。吃过的顾客都说口味赞，会想再来买。甜而不腻吧，很爽口，然后会想要一直吃，它的汁非常的香，非常好吃。你来吃几次了？第2次，买第2次。会回头就对了。对。烤鸭山吃还有炒卤味的口味，单吃或是配饭都很好，大家不妨可以来尝试一下烤鸭的新选择。是由赖伟一新北报道。日治时期，台湾八景之一的家人旭江，以旭秋晴岚、甲旭江日出出名。现主时，这搭嘛有一个新的景点，透过古迹修复活化，正式拍开，重现伫大众的眼前。画面上这处基隆的新景点旭秋指挥所，2战后一直属于军事管制区，很少人能够接近。在日治时期，其实是一个纪念馆，这里还曾经是台湾8景之一，以旭秋晴岚、旭江日出闻名。在基隆市文化局完成历史建筑修复计划后，重新打开，让这段历史文化得以重现在大众的眼前。那我现在背后的是我们的旭秋指挥所，那它当时最早的名称叫做松本纪念馆。那松本纪念馆，它当时是纪念当时松本虎太，因为他建设基隆港有功，所以当时有盖了他的一个纪念馆。那到了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时候，这一个空间就是我后面的这个地方，它就被日本的军方征用，就变成军用的设施。那国民政府来之后，就直接这个地方也变成了军用的功能继续延续下来。那这边比较特别的，其实就是陈仪他当时是有被关在这个地方，有被在这边软禁的。所以其实我们里面有做一个文史的一个展览，里面就有特别提到，就是陈仪他当时被关在这个里面当时的一些状况，然后还有里面每个空间的这个位置，在我们里面的文史展其实都有特别去提到。5、4、3、2、1，请揭幕！旭秋指挥所正式开幕。为了让民众前来探索旭秋指挥所的前世今生，基隆市文化观光局特别策划了一个开幕展，现场贵宾云集，包括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议长秘书江志强、立委林佩祥秘书黄生栋，跟多位基隆市议员与当地里长都亲自来祝福这个旭秋的重现。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很有历史价值，我仔细看了资料，它还曾经在228事件陈仪待过的地方。大家都知道228事件是我们心中最大的痛，那怎么样让这样的历史地方，从最早基隆港建造纪念松本的纪念馆，而变成228事件陈仪待过的地方，再衍生出我们前市长把它重新再还原，变成这么漂亮的地方，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历史。太美了，所以基隆真的好美。视野很美，真的很美。这边视野真的很美哈。尤其上去，你知道楼上看游轮哈，每天看游轮进出看得都很清楚。对。最重要是有人潮，还有一个是说真正让大家了解历史背景。那当然，因为历史的活化，让我们把周遭的环境做好，也是我们希望的。因为它过去好长一段时间是军事的基地，所以说也不能够一般人不能够随便进来。那后来重新修复之后，我们现在终于有这个机会，是很棒。那但是当然，就像刚才那个副市长致辞的一样啊，就是说，因为其实这附近我们是有相当丰富的这个历史相关的文资的地方，这个不论是建筑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资产。那所以说，接下来希望就是可以能够有一些好的这些步道相关的这些交通的这种设施，能够让来的人都能够更方便。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有机会让它活络。因为活络的前提就是大家要到得了方便得了，方便的人能够到这里来。那这边的不管在办什么活动不管在做怎么样子的营运的模式，我相信应该都会是一个比较顺利、比较成功的一个模式。那是很漂亮，你知道。如果说这地方来做一个婚纱，
我觉得拍婚纱的话，又可以看到海景，又可以看到古迹，我觉得这是有故事性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场域。对。那我担任议员以来，就一直在争取大沙湾的古迹园区的整建。那这一块在做好之后，就可以说是我们大沙湾历史古迹整建的最后一块拼图。你看我们里宅啊、校官宿舍、장风街的官屋都已经改建完成。那今天需求指挥所再度完成的话，就可以把整个大沙湾的古迹整体的建构完成。这也是我当时担任议员跟谢国良立委一起努力的成果。那这个完成之后，我相信对我们未来文化局推动文化观光会有很大的注意。那我们这一次其实策划了相关的一个主题展，那我们会介绍整个大沙湾，包含要塞司令部还有叙旧的一个整个文史脉络。那另外我们其实也邀请了陈书海摄影师，那展出他的作品。那他的作品呢，其实也会带着我们一般的民众来做摄影的课程跟摄影的采集。那民众的作品也会放在我们的需求里面。那除此之外，我们其实也安排了 K bar， 等于是说把 bar 的元素也一起放在需求指挥所里面。所以其实后面我们规划大概有针对所谓的风味跟风土这件事情，有在融入我们的整体活动当中，包括我们的茶，还有我们的食物，还有我们的一个风土饮食的部分，都会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整体的活动跟活化当中。展出内容集结了珍贵的文史资料与摄影展，还有在地职人的茶食风味。即日起到1月26号，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来一探叙丘之美。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租屋看屋时，
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